姐，大家平安。咱做伙来吟圣诗，圣诗116首，都正肉体来出世。咱对先知以西结书来看见南国犹大有3摆受掠，头一摆是但以理做代表，主前606年；第二批是以西结做代表，主前597年；第三摆受掠是俄巴底亚，伫主前586年。总是嘛有3摆的归回，对省长所罗巴伯甲大祭司约书亚带第一批转来，迄当时的先知是哈该、撒加利亚。第二摆是文士甲祭司以斯拉对转来更新真理如法。第三摆转来是尼希米伊迄当时的先知是马略基。咱嘛会当统计从咱伫第14章上帝所提到的3个人，拿阿、但以理甲约伯，特别是但以理伫甲以西结当讲是同一个时代还有亚利米。亚利米算是年纪较大，总是上帝呼召伊拢一直踮伫耶路撒冷对头到尾来服侍主，真久长的时间嘛，做一个流目屎的先知，来为着耶路撒冷这个国家来守望甲祈祷，对于20出头到这个国家来灭掉。以西结是做这个祭司25岁，一定受掠来到伫巴比伦，然后踮伫巴比伦伊所得到的异象
也伫迄个所在，上帝通过伊来传达信息，互受掠遮以色列人来听。还有但以理，伊是搁较少年，就头一批就受掠，伊算是遮个贵族。总是伊服侍的时间非常的长，甚至到巴比伦这个国家去互波斯帝国来卖掉，伊原来服侍波斯的王。所以嘛会当看见这个上帝所应允的70年，是头一摆受掠到因转来的时，安尼是满70年的时间，这是上帝互先知亚利米非常清楚的这个数目甲数字，也互遮受掠是以色列也好，但以理也好，因伫外邦的人，知影因受掠来到伫外邦，总是上帝有缘甲因伫地，上帝毋是放杀因，无爱因，上帝是要来管教因，甚至来定心来享受因一个新的心甲新的灵，会当来甲上帝同心来做伙同行。当咱对14章看到遮拢做5个信息，这是对第12章20-10开始到14章的结束。这咱看到最后2个就是拜假神的人，因安怎求嘛无效，然后上帝用4阵的灾难灾祸。来降临来处罚，总是伫即个处罚中间，又会当看见上帝的怜悯，就是有那但以理约伯伫迄3个人伫遐，因才当救家己的命，总是袂当救家己囝儿的命。咱今日要来进入的是这个12章再到19章的这个第3段。就是耶路撒冷要受刑罚的3个披露，这部分是对15章开始，一直到17章结束。今日咱要看的15章是讲到耶路撒冷要亲像葡萄的树的茶，要只会当受火放火来烧。咱做伙来看今日这段的经节。上主对我讲：恁主，葡萄树减有比其他的树较好。葡萄树枝减话比树林内的其他树枝较有路因。葡萄树枝减话当摕来做什么？伊减话当做挂物件的顶插钉仔。伊简单会当导火，伊两头拢导火，中箍嘛烧起来。减也有甚物路因？伊好火时就无甚物路因。打互火烧甲臭焦，减也会当摕来做什么？这个上帝用这个葡萄树的譬喻，伫诗篇80篇，有这款的譬喻。诗篇80篇，这个是讲到上帝拯救以色列人，将因对埃及地甲因引出来，然后互伊会当栽进伫这个所在，就是耶路撒冷。总是上帝会栽进，互这个建立遮个真地，然后将伊的根来定亲，互伊当生炭，甚至互伊当大丛甲亲像葡萄树变成百香树，甚至伊的枝会当伸到地中海，就是讲上帝互这个国家会当一直扩展。总是伊太会败坏，乃会互人拆毁。这就是诗篇80篇，伊内底所在写的。就是这子民，因爱祈求上帝，因为因离开上帝，上帝就来击杀因。无猜上帝安尼遮尔用心照顾因，互因会当大长起来。等因离开上帝，上帝嘛当一时互因败坏。嘛亲，这个这是诗篇80篇，今日15章的葡萄树的譬如，嘛亲像以赛亚书的第5章。以赛亚书的第5章。先知以赛亚上帝为这个伊所爱来唱这首的歌，这首的歌就是来讲起上帝爱伊所亲爱写这首葡萄园的歌，伊来安怎样用心来栽进，伊要长期来经营，将这个上顶的上好的葡萄种伫迄个所在，嘛会当结果子会当做酒曲，结果伊所结出来葡萄。是野生的葡萄，是袂甜佮酸的葡萄，所以上帝，这主人，伊就万度，
然后伊就要来拆去遮个保护篱笆，互即个葡萄园拄着火烧，互伊荒废，无过来修整，无过来枯草，互遮个刺皮、草刺来生满伫即个园内，甚至阁互伊拄着大扫，袂阁有落雨来败坏即个葡萄园。所以伫即个今日即个以西结书的第15章，上帝讲即个葡萄树，伊上要紧的就是会当结葡萄。但是即个树发搁较遮呢旺，占地搁较宽。但是若袂当结葡萄，遮个树枝会当做啥？会当香火，会当互通过边仔倒火，互来做火做柴来烧，无其他利益。所以也咧代表有表上帝，伊要来降灾祸，要来刑罚是耶路撒冷。这也讲到耶路撒冷要安怎来受毁灭。第60，所以即款的上主安尼讲，我要安怎互树拿来的葡萄树做火柴烧，嘛要安尼对待耶路撒冷的住民。我要变面甲因作对，因虽然对火中行出来，火犹原要甲因消灭。我对因变面的时，恁就知我是上主，因为因对我不忠，所以我要互因的土地拍远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所以这个讲到葡萄园的结局，就是耶路撒冷的结局，就是讲到耶路撒冷这个百姓伊所要拄着的代志。14章讲到上帝要降瘟疫、刀剑、饥荒甲野兽，总是伫巴比伦这人颠倒看到这个代志发生的时阵，因颠倒受到安慰。即马佫继续讲到耶路撒冷的命运，就是要拄着火烧。所以这段圣经来当对耶利米书37章第8节，迄当时先知耶利米嘛安尼来警告这个耶路撒冷的君王西底家王，讲家里底人要过来攻打这个城，而且要放火烧，这是要攻打入去。到52章最后嘛讲到，等这个巴比伦的军兵军队进入的时阵，因就安怎样来烧上帝的殿，各王宫，各耶路撒冷的房屋，各所有的厝，各所有好野人的厝，拢用火来烧去啊！愈大间呢，火就愈大，拢甲烧毁去啊！所以这就是这段预言，真正来实现。总是这不过是伫耶路撒冷要互火烧前，无到5当左右前，上帝所讲的代志。今日这段圣经集真短，我选的经句是第7集。上帝讲，我要变面甲因作对，因虽然对火中行出来，火犹原要甲因消灭。我对因变面的时，恁就知我是上主。万人毋是看到上帝变面，那是当伫上帝还未变面以前，咱就会回转，登到上帝面前，来当看到上帝伊的温柔、甲慈爱、甲怜悯。今日这段的圣经节，互我的感受就是，若葡萄树无结果子，就无利益，无有通使用的。亲像基督徒若离开上主，因为耶稣讲伊就是树，葡萄树咱是树枝啊，若离开伊，咱就袂当做什么。所以基督徒若无主耶稣的性命，咱就无法度结这个果子。无结果子的葡萄树，伫上帝厝无有路因，最后只有等伫外口拍远拍日头。等到将来就是受火来烧，咱知影即个火伫启示录讲的，就是永远的迄个老硫黄的即个火湖，是永远的刑罚。愿上帝互咱得到警醒。今日咱要用加入太书第5章22节到23节，咱要结的果子是信心所结的果子是仁爱、欢喜、和平、忍耐、仁慈、良善、忠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款行为一般的法律无得禁止。愿上帝帮助咱会当结出信心的果子。今日是9月21号921，是国家防灾日，嘛是国际这是联合国所定的国际和平日。
伫天主教的中间也来纪念这个马太这个信徒圣马太日。1792年的法国大革命，伫9月21号这天，法国的国民会议投票通过废除君主制来实施共和制，所以法国已经来实施这个共和制，已经嘛有几啊百年的时间啦。1999年，咱讲的这个921，造成2415个人的死亡，11305个人的受伤啊。这伫咱台湾近代历史，为犹原是一个非常深，也非常印象真深的一个大地震。今日是主日礼拜，咱欢迎单一弟牧师回来甲咱来分享。咱今日嘛要继续第二摆来操作电子的投票，下晡咱要举行中职会，以及咱这个以马内利教会，今日下晡有这个传道书要来奉牧甲就任，愿上帝来带领。今日的祈祷，就是亲像耶稣对这个结果这个无花果树所讲的提醒。耶稣早起等到城的时阵，倒要看见路边有一丛无花果树，到伊面前树顶找无啥物树叶啊，就对这个树讲，对到以后你永远无结果子，迄丛无花果树就随时孤单。愿上帝帮助咱，等耶稣搁一摆登来咱的面前，看到咱所结出的果子是充满仁爱、和平、公义、欢喜、信心的果子，看到咱每一个人都会当来用心来跟对主，会当讲好，你这个忠心搁尽忠的萝卜，会当入来享受主人的快乐。愿上帝帮助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今日这段的圣经内面。毋是只有历史上的预言，也是咧讲到人类的前途甲命运。这个世界犹原要经历启示录所经历的，求主来帮助阮谨慎准备。虽望阮毋知影上帝你定时过来，也毋知影这个时间甲日子，总是阮知影，阮就是爱谨慎阮的心，阮就爱做准备，阮就爱结果子，阮就爱听主宾，亲像家己嘛爱听上帝，尽心尽意尽力来听主阮的上帝。愿上帝你的话，成做阮的劝诫帮助，也成做阮的力量，互阮通活靠，会当活出上帝你所欢喜的意爱的性命，甲生活来荣耀你。阮咱的祈祷恳求，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吟诗，信诗216首，我心全无听候上帝。愿上主赐福你，保护你，
愿上主的面会感召你，施恩互你，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，赏赐你平安。阿们。